我都後悔點解唔早啲嚟。我叫做阿寶，參加咗香港廣東院舍照顧服務計劃嘅，透過呢個計劃申請到入嚟呢桃園度住咯，一路住到而家已經超過半年啦。我初頭就透過香港一個電視節目介紹過灣區安老嘅事嘅。有一次就係我朋友 push 去參加一個安老事務嘅博覽會，有好多屬於灣區入邊嘅安老院舍嘅攤位嘅。直到我行到一個叫做南海桃園福利中心，有個女士走嚟同我傾偈，原來佢就係南海桃園福利中心嘅院長，佢係姜院長，咁咪同我傾咁關於院舍入邊嘅情況啊，解釋得好詳細。咁所以我就聯絡姜院啦。舊年2025年嘅12月25號嗰日係我翻嚟佛山之後，就一路都長住啦。因為我自己本身有做過幾次手術，又生過 cancer， 咁加上我自己又有一個症狀係突然之間頭暈，咁喺屋企又試過喺高處喺頂櫃嗰度攞嘢食過笪嚟。香港嗰啲覆診我都係諗住交俾桃園，因為桃園有間醫院喺我哋院舍入邊㗎，好方便，都係我選擇桃園嘅其中一個理由啊。醫療嗰方面對我嚟講係好有切身關係。我初頭我係擔心。因為始終我係人生路不熟，但係入到嚟之後首先我發覺呢度原來好多活動參加，又有課程活動，又有復康嘅運動。復康運動我嚟講好關鍵，因為我初頭入嚟我身體係好差，我腰膝痛得好緊要，係要揾人攙扶。咁但係我經過呢度嘅理念同埋復康嘅運動啦，我闖過咗呢一關，起碼我唔使用助行架啦。原來呢度仲有叫做老年大學，啲課程都啱我㗎。我而家暫時都報咗一個康復運動班，我又有參加書法班啦。另外我就自己本人好中意唱歌，又有一個好大嘅卡拉 OK 室，咁啊一個禮拜仲有2次，我咪落嚟又唱歌，又認識到自己啲院舍。我識人識到1期2期，我都有朋友嘅。我覺得呢度空氣好好，喺呢度吸啖氣同喺香港吸啖氣真係天淵之別。仲佢嘅膳食嗰方面又啱我，因為我個人中意清淡，啱啱佢就係清淡同埋唔油膩，好多餸菜俾你揀，豐儉由人嘅，同埋餐所有嘅服務員好貼心好貼地，自己好似翻屋企食飯咁樣咯嚇。我覺得呢度嘅所有工作人員包括院長啦、姑娘啦、社工啦，同埋我哋嘅護理員，我覺得佢哋對我桃園所有嘅千幾名院友睇得出佢掏心掏肺咁樣去為啲長者，佢好細眉細眼嘅嘢，佢能夠顧及到。譬如冬天你條褲咁短嘅，你個襪筒唔夠長喎，你對腳夠唔夠暖？呢個就係我選擇桃園嘅最重要嘅一環。譬如我哋情緒上或者生活上有啲咩問題，你是但一個你都可以揾做傾吐嘅對象。我話我有擔心，我有焦慮，我有惶恐，驚啲咩？我就係驚我冇人照顧。咁起碼我自己之前擔心嘅嘢，我係解決到啦。我覺得我已經係我人生贏家，好開心，真係好感恩。我覺得區別就大啦。你喺香港，你就算請一個人翻嚟照顧你，人工最起碼一定過萬㗎啦，我就冇本事嘅。對於我今時今日我喺桃園，兩者之間比較嘅支出，淨係呢一塊，我已經慳咗一大截。至於講到地方嗰方面，香港佢地方係好細。如果你話住喺香港嗰啲院舍真係有陣時轉身轉唔到㗎。嚟到呢度覺得我房又大啦，公用地方又多啦。我會push 佢哋首先要作出大膽嘗試，不妨踏出一步就係嚟大灣區啲院舍探索下，睇下環境先。而且啲院舍好似我哋南海桃園福利中心，我哋有得試住㗎嘛。佢哋有書法班、公休會啊，有溝通會啊，有歡樂會，你一樣係可以參加，放長少少時間喺度體驗、試住、觀察。咁當你加深咗理解之後，咁你咪可以更加容易去選擇咯。同埋我就覺得即係我自己入咗嚟之後，我覺得我嘅生活安定咗好多。我入到嚟我冇失眠，3餐飲食又有規律，真係我肥咗啦，精神好咗啦，面色好咗好多。我都後悔點解唔早啲嚟。接住落嚟即係會好好過好自己每一天啦。就係咁多啦，多謝各位。